大家好，又係拔當時間。今日呢，就睇到好多嘅留言啦，佢哋好有興趣一個人物，想我可唔可以呢係揾一集講一講佢呢個人物呢，就噏出嚟大家都知嘅啦。講一個人物咁，我都要做啲資料搜集啦，係嘛？咁啊睇下我應該點樣去敘述呢個人物。呢個人物呢，一講呼之欲出，大家都知嘅啦。當然係奧運有關嘅一個運動員啦，連續2屆都有金牌落袋，係一個運動員呢，歷屆呢係可以喺呢個坡面障礙半管道係連續衛冕奪金6面獎牌嘅人，呢個就係谷愛凌。一講到谷愛凌呢3個字呢，好多時大家就聯想到，哇！佢好犀利嘅喎，佢美國人係嘛，代表中國喎，流利嘅普通話，哇！又有一個非常優秀嘅學位，史丹福，仲有而家自己代言好多品牌，跨國式嘅品牌，呢個人真係太犀利啦！咁喺佢背後呢，係有啲點滴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佢的而且確造就咗出嚟而家嘅情況係好成功，係嘛？每個人嘅成功背後都係有一段艱辛歷史嘅，佢都唔例外。咁佢憑乜嘢可以喺芸咁多運動員之中可以脫穎而出，又可以跨界都進入立不到呢？呢樣嘢有啲關鍵嘢呢，我喺網上睇到資料，我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谷愛凌呢個運動員情況呢，可以用一個長線投資嘅計劃嚟到去形容谷愛凌計劃咁樣去講佢嘅。谷愛凌本身成長過程呢，你知佢係喺呢個舊金山成長嘅。佢之所以能夠咁成功呢，歸根到底好緊要一樣嘢，就係佢有好多鮮為人知嘅獨特方式嘅。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天才少女咧，講過啦，史丹福學霸，時尚界嘅寵兒。咁呢啲咁嘅天才種子，到底喺19年前係點樣埋下？點樣令到佢施肥成為今時今日咁肥沃嘅土壤，而孕育出呢個谷愛凌出嚟呢？一切起點就一定要從華爾街翻嚟嘅女人，佢個媽媽谷燕講起。谷燕啊，佢以前呢係喺北京成長嘅，以前就讀北大嘅，佢就已經係做咗一個叫做好好嘅經濟學嘅學位，跟住咧就去史丹福讀 MBA。史丹福美國嗰個讀完 MBA 不得止喎，喺當其時咧，高文石請咗佢，雷曼公司請咗佢。佢當其時89年代嘅時間，一個女性，中國女性，史丹福有 MBA 名額，而喺高盛公司做，雷曼公司做。佢嘅優勢卓越情況令到當其時咧喺華人表表姐之中係一個代表。而佢最犀利一樣嘢咧，係當其時係佢引進咗好多華資企業喺美國投資。嗰陣時佢已經知道咧點樣去幫華資企業咧係做一啲貸款嘅一啲嘅事務，令到佢可以資金周轉得靈活，設廠啦，生產啲嘢啦，喺美國去同佢接單啦，話甚至乎有啲代工嘅品牌嘅分銷啦，好多方面嘅嘢，佢識咗個人脈界咧，相當之犀利。喺谷燕用自己嘅界線，佢就為個女咧去做咗一條無痕嘅教育。谷燕好得意喎，佢本身咧係短道速滑冰高手，佢已經係明星教練級嘅，係佢讀書嗰陣時已經係咁咧。谷燕咧，當佢03年有個女嘅時間啦，佢瀝他河嗰陣時間，佢就係住喺嗰度，嗰度有樓啊，嗰度附近好多雪場。3歲到嘅谷愛凌
即係06年咯，好似帶佢去雪場滑雪啊玩，佢已經表現出非常有呢方面嘅潛能。但係谷燕咧就唔係話用灌輸嘅方式去灌個女去做乜，佢係用一種叫助言方式。呢樣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好多時咧，你會覺得香港好多父母咧參與好多課外活動，因為俾好多錢買好多嘢，請好多教練，谷行晒，你又學呢樣，又彈琴，又拉小提琴，一陣間又騎馬，一陣間又滑雪，一陣間打籃球，乜嘢乜都報晒，谷行晒，佢係開邊飯咁樣。但係其實就好多父母冇真正去咀嚼過到底個仔女個天分或者佢興趣喺邊度，佢只係樣樣都抌晒落去，好似分散投資咁，係咁抌晒落去，咩班都上做嘅，咁跟住又唔得啊！谷一定得噶啦，請個好教練咁樣。嗱，谷燕咧唔係咁樣去培育個女嘅，佢都俾佢嘗試好多嘢去玩，但係 observe 佢個潛能同個求知個點喺邊啲位度，佢唔係谷佢助言嘅，助言就唔同谷啊，即係等於好似你透個炭爐咁解，你透個炭爐透火嘅咧，你唔會倒啲火水啊，潑行佢，唔係咁樣啊，唔係咁樣去潑個火去整個炭爐啊，你係揾啲稻草啊，揾啲嘢喺個炭汁邊燃燒，令個炭扯嗰啲熱力咧吸入啲炭度，一路等個炭自己燒着，呢種叫助燃。你谷啊潑火吹風咧，係谷係個炭都會着嘅。但有冇留意啊？大部分嘅火咧，俾啲火水啊風燒咧，個炭咧係好猛，一燒晒，跟住將個炭慢慢去燒着，根本冇乜機會。助燃唔同啊嘛，助燃係側邊着咗啲火，啲炭挨住慢慢吸啲火，一路令到裏邊吸熱燃燒嚿炭嘅炭自己紅出嚟，呢種助燃。谷燕係用呢個方式將佢助燃，亦有好多嘅 points 去引誘谷愛玲去再探求呢一方面個好奇心，利用呢方面求知欲同好奇心去增強呢一方面嘅興趣專注力，而去達到去自己自我去求知或者去進步嘅方式。咁呢個就係有別於咧一般家長嗰啲咁嘅教育，所以咧佢唔會追求短期嘅分數，攞啲咩啊？你即刻要做好呢樣嘢，做好呢樣嘢，唔使，只係個俾佢一個好奇心，繼續去做，俾佢多啲空間，等佢自己去攬求知。如果講谷燕提供方法同資源嘅話咧，仲要講另外一個關鍵人物啦，就係佢外婆馮國珍，佢負責注入咗谷愛玲一個必須贏嘅靈魂。馮國珍呢個外婆唔少嘢㗎，佢係50年代上海嘅高材生，係一個上海交通大學高材生嚟。體育界咧，佢係女子籃球隊嘅主要骨幹成員，都係 sports 嘅。係國家工程部咧，交通部嘅做咗工程師。我記得佢個 job 大概係咁樣。佢咧其實同谷愛玲個關係不遜於媽媽。我淡咁講句，應該咁講，媽媽負責提供咗人物資源，鋪好條路俾佢，而外婆咧就負責注入咗一個不死心嘅愛嘅能量，提供咗心靈上嘅支持俾呢個細路女。咁呢個細路女本身咧，即係一出世嘅時間咧，就擁有非常強烈嘅求知欲、包圍咁嘅愛嘅能量。咁行嗰條路又康莊大道，投資啊、錢啊、鋪好條路啊、各方面嘅人脈啊，俾好晒佢，內心健康、信心爆棚，呢個成長路程係相當之健康。記得有一次咧，3歲嗰陣時啦，細路女啊，馮國珍啊，3歲就要谷愛玲背嗰個乘數表，佢已經背熟晒所有乘數算數嘅方式。喺嗰個時代，呢個咁嘅方式教出嚟嘅細路，係喺小學
個課程裏邊先有，咁啊佢已經識晒嘅。咁當然啦，啲馮國珍有馮國珍嘅方法啦，有愛，每日陪伴去側邊練，咁佢不自覺咁就已經吸收咗，佢唔會覺得係壓力。咁所以你話佢係咪天才兒童？其實可以咁講，係因為佢有非常好嘅呢啲 source 嘅資源播種落去佢嗰度，所以令到佢好快成長。鼓勵性，你睇一次賽跑，咁細路仔賽跑啦，跑，咁啊，梗係會跌低啊，失平衡啊。3歲啊嘛，佢外婆去80幾年嗰陣時唔係點識英文啊，但係巴閉喎，佢識得去揾一啲志同道合嘅外國家長，或者佢嘅所謂外國朋友組成啦啦隊，就喺谷愛凌跌低嗰陣時，即係跑步跌低嗰陣時，就側邊叫 Eileen number one，Eileen number one， 嚟到令到佢啦充滿咗力量，跌低聽到呢啲聲，望到外婆喺終點嗰度，咁就再去跑第幾我唔知，即係話外婆嗰陣時咧已經咧係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氹個細路仔去跑完成個賽事。喂，嗰陣時咁樣做法喺一個3歲細路仔嚟講咧，佢呢啲聲線啊，以至佢跌倒之下，本來好似有啲沮喪同嘢嘅，無形中呢種聲波係俾佢好大嘅支持。舉個呢個事俾大家聽就係話，佢外婆咧好細個注入咗呢種強心，冇得輸，輸得起，有鬥心呢種強橫嘅靈魂支持注咗入佢嘅身體裏邊，即係佢嘅思維裏，令到佢每次遭受挫折、挫敗，佢唔害怕挫敗，佢每次跌低做唔順嘅嘢，都有 Eileen number one 喺後支持住佢輸得起，外婆喺度支持佢嘅心態再往前走。唔怕輸，即係咁解啦。譬如大家有睇打拳啦，打拳第一堂唔係叫你點樣打贏對手，點樣攻擊，係點樣去挨拳咯，挨打。你要挨得起，你要挨得起，受到拳，你先去諗點樣出拳，點樣打對方，唔係點樣去揾位攻擊對方為先拳。因為你要挨得起，你先至有機會去打到對方。你挨唔到拳，俾人2拳就揈低咗你，你點樣去打對方？首先唔係學打，首先學挨。好多運動你都要學識面對失敗嘅心態、慣常處之泰然。好啦，反思心態，反思自己失敗嘅細節，琢磨咗改善空間，然之後再去做翻一啲修改，再出，咁先係進步改善。所以外婆咧俾咗佢呢個好大嘅底氣，受到呢2個人分同嘅時間，我哋可以睇到，以我哋嘅嚟睇嘅呢個，如果當呢個19年嘅投資，即係佢投資咗喺一個人度啦。佢媽媽就決定，我用18年嘅時間同智慧，將我喺華爾街、雷曼兄弟、高文石學到嘅嘢，我唔係投資喺房地產股票嗰方面，我將我18年時間同智慧擺落呢個人度，未來風險投資評估，我當谷愛凌就係我18年投資嘅嘢嚟，唔係去諗金牌嘅數量，唔係去諗品牌代言嘅估值，而係擁有一個獨立靈魂、強健體魄，能夠駕馭自己人生嘅完整嘅一個人。只有做得成呢一個人，其他嗰啲嘢係要不斷會增長。唔好個眼去睇幾多樣呢啲，個心去諗我會有幾多錢嗰啲，要去諗我建立到幾強嘅呢個人，而呢個人係生噶嘛，佢又唔係 AI 啊，係咪？佢真係生嘅，佢增長，佢會其他啲嘢就會增長，係咁睇啊嘛。從物質嘅堆砌轉向精神嘅富養，從短期嘅套利轉向長期嘅陪伴。同細路仔鋪路咧就係燃點着孩子裏邊嘅內心火焰，佢個內心火焰着咗啦，你就唔驚將來冇錢收啦。谷愛凌嘅起跑線根本就唔係話你有咩多少財富嘅多少品質嘅愛啊各方面嘅嘢，佢所知道就係話佢得到嘅嘢
下，唔係佢自己，係佢知道係大家都擁有嘅呢個榮譽，佢所得到將來翻嚟嗰啲嘢都會係大家 share， 呢樣嘢先係投資回報啊嘛！你諗下，嗱，你投資，譬如投資個人又冇愛又冇乜嘢，even佢成功咗，會唔會諗下將來起你飛腳？但係當你有愛，有好多包含嗰啲嘢，自細咁樣包含咗佢嘅話咧，幾乎嚟講呢個利潤呢個回報得到一啲保證，佢會翻嚟。嗱，呢個就係我意識到都係睇到嘅文章，佢所講嘅重點。呢種咁嘅投資紅利人物咧，就令到谷愛凌咧係死心塌地咁去一路追求金牌慾望。咁喺谷愛凌嗰個每次去比賽嘅時間咧，失敗咗嘅時間，平衡到個心態，唔緊要，繼續追隨。但係好唔好彩啊？舊年佢咧就唔好彩地咧做一個錯誤嘅旋轉，落地嗰陣時咧，好似係頭膊落咗地線，嗰一下咧係令到佢昏迷不省人事，幾乎醫生都話俾佢哋聽，喂，佢未必醒得翻喎，今次呢鑊嘢喺舊年嘅事，喺美國嘅情況好彩後期相當多嘅金錢之下，令到佢可以醒得翻。咁但係個情況嚟，通常咧經過咁大嘅，唔好講話生死啦，咁大嘅挫敗嘅話，一般嘅運動員有眼見，有好多運動員都需要一個較長時間嘅培養個心態，先至可以出翻去賽場度。係因為呢啲嘅失敗係會令到你手腳醫翻好都好，你需要物理治療，你需要好多方面嘅嘢。我當你好快復原都好，內心嗰種陰影，嗰種嘅情況係都仲有啊！你始終某個位，你諗翻起你係怯，點算咧？係咪先？咁嗰陣時，媽媽唔會坐視不理噶嘛，佢即刻咧康復咗，去四川一個秘密基地。四川有秘密基地，嗰個四川嘅秘密基地咧就係旱雪場嚟嘅，係金針菇旱雪場。個設計、滑橋各方面嘅嘢咧，同真雪嗰個 standard 一樣。喺嗰度重新去建立翻自己嘅信心。嗰度仲有摩氈，即係啲摩氈就係嗰啲 fiber， 即係嗰啲纖維嘅地氈咧。你企上去之後咧，一鬆就送你上去上面個頂度。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你有塊摩氈扯你上去，你金針菇滑落嚟跳躍，喺一個咁短嘅路程之中，係令到自己嗰個信心咧，就喺嗰度飆啊！因為你要攞牌咧，你唔可以表現咗你自己 existing 個標準啊！你人哋而家睇住你嚟打，你係要再挑戰強度更高嘅層次，你先可以有機會攞翻個牌。外婆講過啊嘛，哭泣嘛，各樣嘢係冇鬼用，所以先至有個叫做5分鐘自我療法啊！外婆亦都講過，我哋睇文章嘅啫。佢話如果你冇牌喺手，金色嗰隻，你出邊啲人點睇你？今時今日嘅你行出去冇人再認得你，社會上地位、名利，甚至乎人脈，甚至你出去嘅所謂嘅社交圈子，都可能全部都見到你，當你透明，甚至講一啲更難聽嘅說話。呢個係俾自己一個界限，同埋俾自己一個叫做點樣不成功變成人嘅心態。你今日所做嘅一切都係為你將來，但係將來有張入場券你要攞，呢張入場券就係嗰個牌，你就攞翻呢個牌，你先有資格入翻個場，大概咁嘅意思。咁喺好短時間之外呢，經過呢個金針菇呢個場地，因為呢個場地本身佢模仿到雪地嗰個滑度，但好處就係佢有個墊啊，你唔同雪地一笪落去咧硬食。如果對於一個啱啱初傷咗咁重嘅運動員，即時上翻一個雪地嘅硬食咧，佢真係燉個係嘢都怯嘅。金針菇好彩就係佢係一個墊嚟，一笪落去咧
係有個線，但係滑行嘅，咁啊令到佢好容易喺好短時間之內 build up 翻個自信。呢個就係個秘密武器。咁當然仲有其餘秘密武器啊，譬如外婆教曉佢嘅5分鐘療法啦，呢個情況佢必須係要套用到5分鐘嘅哭泣法，將所失敗痛苦嘅嘢5分鐘之內校定個鬧鐘，5分鐘之內你一定要喊晒佢，發泄晒佢，離開咗呢個地方5分鐘之後，當乜嘢都冇發生過，從頭嚟過，忘記晒5分鐘之前嘅嘢，你而家重新再上過去，再跳過。呢個5分鐘療法好有效，係嘛？再講啦，有啲文章係講到咧，佢寫過一篇牛津嗰陣時啊，牛津哲學裏邊寫過一篇嘢，就係講佢俾努力者嘅封信。信裏邊佢自己講嘅，佢就話傷病嘅裁判啊，對手發揮超乎嘅嘢，甚至親人離去啊，好似佢啱啱就感受咗啦，阿馮國珍啱啱就佢離去咗啦，係嘛？呢啲咁嘅情況咧，嗰啲5分鐘療法咧係解決咗呢件事。佢就話俾你聽，其實最緊要都係你自己嘅努力。你呢啲咁嘅嘢咧係妨礙嘅，係冇用嘅。馮國珍講過，哭泣啊、喊啊各方面一啲用都冇嘅。你冇用嘅，你留嚟做咩啫？你有用嘅嘢就只有一樣嘅，就係你要去攞翻嗰塊牌。你攞翻個牌就要努力嘅。所以有呢篇文章，你唔好走去再諗一啲咩哭泣，我都覺得有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我哋成日都有好多好困難嘅事啊，好多好沮喪嘅嘢。一陣間又話投資失利啊，係嘛？今日股市又跌咗咁多啊，話冇咁多錢啊，係嘛？一陣間親人離去啊，都有啊嘛。撞車又撞到碰瓷黨啊，又冇一筆錢咁樣，好多悲痛嗰啲嘢。佢就話呢啲咁嘅嘢呈現咗痛苦，但係唔好令呢啲嘢去阻礙你每日嘅工作，同埋你每日要揾錢嘅心態。你嗰啲心態係一路會幫你揾緊錢翻嚟，令到建立你自己。佢嚟講就係佢每日嘅心態就係去做好佢要做好嘅動作啦，同埋嘢啦。喊咪5分鐘咯，咁跟住嚟講你要重拾心情去面對個挑戰。努力，你就係佢嗰篇論文咁講。咁佢咧，如果史丹福嗰封理論文章夾埋以前外婆所同佢講嘅5分鐘療法，即係呢方面大家睇到啦，就知道佢係可以令到自己係近乎冷酷嘅理性，佢可以即刻將挫敗同埋悲慘嘅嘢係即刻落死咗，就令到唔可以引發自己影響自己要做嘅嘢。對佢嚟講嗰個關鍵性好緊要。第3樣嘢咧，係佢會有呢個特別嘅魅力，就係同恐懼共舞嘅信任共識。但係呢樣嘢緊要啊！話說係不斷平衡對自己嘅信任同挑戰極限嘅慾望。佢自己講嘅，人哋想嘅係點樣戰勝對手。佢想嘅係點樣同自己嘅身體去和談。嗰套史丹福訓練館裏邊打磨出嚟嘅5維視覺訓練法，等佢喺空中咧能夠靠聽覺判斷風速，將騰空翻轉當為一個人對身體控制情緒去到調節到絲毫。即係 mm 上下啦，恐懼就失去咗位置。即係話，我如果能喺騰空嘅時間，我用風聲各方面去調節到我自己，我知道邊個位做啲乜嘢，我只係同我啲手腳、身體、膊頭各方面嘅嘢作為我嘅 partner 嘅溝通。喺騰空嘅過程，我將呢啲好容易嘅動作各方面嘅 movement。即係當手腳都係兄弟姊妹，係一聲去同佢喐動，咁跟住貼翻落嚟。喺嗰一刻呢，我就可以去攞咗恐懼嘅位置，我冇咩好似再驚嗰樣嘢。總言之，我做錯咗任何嘢，我騰空嘅時間，我只係同呢啲手腳呢去混埋溝通翻，改翻善我呢啲位，然後再跌翻落嚟。我唔俾恐懼去佔用咗我呢個空間，呢個就係佢第3樣嘅特徵。唔係科技，都唔係精神，係兩者兼顧相成嘅嘢嚟。科技俾佢肉身唔死嘅底氣，等佢敢喺氣展上反覆測試
讓重傷後嘅身體有最安全嘅回收站，精神俾佢靈魂不滅嘅印記，令佢能夠喺腦震盪、後遺症暈咗之後，依然相信努力係唯一可以控制嘅力。等佢失去至親至愛嘅時刻，都會實現嗰句答應奶奶所要勇敢去面對嘅事情。佢就好似頂級跑車咁啫嘛，碳纖維外殼就係個科技，有永遠不滅嘅發動機引擎就係個精神。財富同人脈咧就係加油站同貴賓卡，係真正等佢穿梭風雪，俾佢燃燒成為一個精確嘅計算機，同時係可以成為一個滾燙可燒嘅方程式，係令到攞到最後嗰面金牌。所以咧，佢呢個不滅嘅一種心態，其實可以借鏡。呢一篇嘅文章嗰方面，我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即係我做完呢個一集就，我都體會到一啲呢啲嘢可以俾同大家分享。即係面對困境嘅時間，其實你可以用咩方法去解決呢啲事？當然個問題係喺度嚟嘅，但係你唔好妨礙你嘅日常工作。你日常都好多嘢做，你唔可以因為呢啲事影響咗你嘅工作，而影響咗你嘅收入，而影響咗你個表現。所指嘅係呢樣嘢，佢都係靠呢樣嘢喺逆境之中去進行呢方面嘅揮發。所以希望谷愛凌呢一集咧係可以有啲嘢幫到大家。咁今日呢一集咧就講到呢度啦，下次呢，我哋再揾第二樣嘢同大家傾下，或者再攞一個人物同大家再講。OK， 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吓，拜拜。好啦，係時候飲杯咖啡吓，臨走嘅時間呢，記住撳個 subscribe， 點個 like， 及個啷啷。我哋下集有新嘅節目上嘅時間就即刻通知到你啦，今集到呢度，下集再見啦，拜拜。